即时礼拜要开始，请会众将你的手机关静音，也是关机。来，静默1分钟。对野生的本要画一条，对原生的鱼仔必定过死。这是咱信息101首，信息101首，大家大欢喜，娱乐来临时，请听二转首。
圣经告白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使者，咱的主，伊对圣心打开，对天主阿里巴主席，伊对有了多平台受苦，定是是台中的礼物，在上帝对世人中国，就是你，他是全能的上帝大名，伊对地下来生活，甲需要。我是信息，是做广播的教会，是我的传统，是下面有美国啊，另外加这。即时来考语，请根据考语文第40篇，考语文第40篇。主讲，我是阿里法，又是欧米伽。洗清伊的衫的人有福气，将伊有权的交给活命的手。我耶稣已经找我的天使，为着这个教会。我是改变日头，也是伊的后裔。信心甲信拢讲来，喙焦的人就来，干真正的事会讲，对，我紧紧教。这是阿爸来祈祷，主啊，我的救主耶稣基督，伫这个新鲜的时刻，我向你是个永远受的灾难，你为着咱的罪忍受痛苦，留出保卫，互阮得着赦免，甲是人生。阮感谢你无比的疼，以及救赎，让阮时常存敬畏甲感恩的心，紧紧的跟伫你的脚步。主啊，我要为着教会中遮侪受病痛即外的兄姐弟兄来到你的面前，伊的身躯虽然软弱，但却因着你来得着刚强，由你亲自医治安慰伊，互因伫困境中经历你的同在以及带领。我也特别为着拜托来拯救的家庭献上祈祷，由你赐下智慧以及资源，让整个拯救会使顺利来进行，将会下你心意的信送，让更多的人会使伫咧其中拄着你、敬拜你。而此时，我也纪念泰国以及缅甸地区因为地震而受灾的百姓。主啊，由你怜悯这个失去家园以及亲人的人，安慰因的心灵，并兴起各地教会以及资源前往之来支援，互因伫咧患难中得到你的稳定以及帮忙。最后，阮将教会一切事工交托伫你的手中，无论是宣告、关怀、教育，也是敬拜，也是咱的门训，愿一项无使都以你为中心，来荣耀你的名。愿圣灵引带阮，互教会真做圣周的光甲亮，见证你的国度伫地上来扩展。阮是安尼祈祷，只是也用主驾驶咱的主动来祈祷。阮天地的父，阮你的名是，你的国荣耀，你的意正，你的意是救赎基，阮是属天的阮，下面阮的父，你是阮下面的阮的，我们是阮的是，有阮的你有我们你的所说，来不及，阿门。Amen.
是来读圣经，今仔日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马太福音21章8节到9节，另外一个是路加福音19章38节到40节。正人中较侪将家己的衫铺伫落去，有的带手机铺伫落去。前庭背后的正人话讲，代表后的和散啊，以主的名来得着福乐，以至关的和散啊。在路加福音19章38节到40节，讲以主的名来的应该得着福乐。伫天理方面，伫至关的为荣光。这当中有几若个法利赛人对伊讲：“先生啊，就责备你的学生。”伊应讲：“我甲恁讲，伊若真真，才会就校被划掉。”今仔日是中秋主日，咱请圣官弟传咱今仔日的活动。就是讲呢，伊若真正是迄个君王，伊的王冠伫倒位，伊的王袍搁伫倒位啊！是啊。那么前一年，行，对我行，咱来就三个放在那红。奉主名来应该受轻重，愿天顶有和平，因果归乎至高的上帝。
讲到来请本人的牧师，伊今仔日要讲到的题目是离半的上校，甲大声敬拜。兄弟姊妹大家平安。这支是啥？樟树机，吼，捌看过樟树的兄弟姊妹有无？有啦吼。哦，樟树其实袂讲真悬啦，吼，袂讲真悬。啊，当然有足侪无共款的品种，吼。感谢主会当互咱透过今仔日樟树主日。三甲遮来分享，咱看吼，这涂骹拢是吼，人咧布置的时阵吼，拢做烦恼兄弟姊妹斗会有倒安尼，因为咱这涂骹是，毋是以前耶稣行过的涂骹，安尼咱就知吼，耶稣行过的是泥土然后土，所以较袂甲骨。啊，咱这无共款，所以为什么要布置安尼吼？有兄弟姊妹讲，哦，牧师，那布置安尼怪怪呢？哦，遮尔水个礼拜堂，啊，佫有即种，这是啥？连这是啥都毋知影。所以可见兄弟姊妹，咱对耶稣要进入迄个耶路撒冷城，哦，要进入迄个耶路撒冷城的过程，咱其实是无啥清楚的了解。樟树主日就是遮个以色列百姓，因耶种叫有一个王来。迄个王是谁来？耶稣，所以用即款的方式，而且要来压制耶稣入要做王的城。所以樟树枝代表的吼，伫个即个犹太人的传统，伊代表的就是即款的胜利，哦，即款的荣耀，哦啊嘛象征迄个和平，哦啊佫永远活的迄个画面。哦，所以樟树枝伫个当当时有即款的意义。伫古代罗马帝国的文化内面，因就是胜利的人拢会用樟树枝。哦，有诶是跪伫个头壳顶，有诶就摕个手伫个遐做，我胜利了，哦，得胜啊，哦，胜利，哦啊颁奖的仪式内面嘛有安尼，哦啊，所以伫个即个一般的上顶，甲即摆都共款知影，上顶是啥？和平啊，甲永远活，哦，甲永远。和平甲永远，所以樟树枝拄则，咱着看咱的圣歌队吼，即边真特别吼，为后面入来，吼为边仔入来，伫遮甲人大声咧学了，和散那，和散那，和散那。耶稣的心情安怎？亲爱兄弟姊妹，你会当去体会到耶稣的心情。讲在咱会当去体会经验迄个耶稣的心情，伊行一只驴仔，煞者，伊互人伫遐来拥护爱戴，入去耶路撒冷城内面。即礼拜是咱受人主的纪念，迄个欢呼，迄个胜利，迄个得胜，是一瞬间的。迄个娱乐，迄个欢喜，迄个赢子，迄个王，也是一瞬间的。因为我们知影耶稣，伊真正是毋是咱的王。这无得讲是当时遮个以色列百姓，也是讲遮个犹太人，遮个民众，伫咧即个过程中间来看耶稣入城。也但有人讲然后呢，亲爱兄弟姊妹。然后呢，过来咧，耶稣是毋是真正就入去迄个王宫内面？愿主来帮助咱，希望咱知影即个日子是值得咱娱乐，值得咱荣耀，而且是值得咱大声咧敬拜。总是有时啊，迄个敬拜的声是一瞬间。
可惜哦，拄食其实吼，生活对唱了后嘛，会使继续活。吼，哈利路亚，吼，好山啊，就入去坐好安尼。吼，明年咱来改进吼，共款看了吼，唱了后，看了后啊，共款咱学乐啊，吼，较可惜啦吼，拄则生活变了个，我恢复原状啊，哦。感谢主，但是咱会当有即款的创意吼，即个牧师娘，我就甲阮牧师娘分享吼，有布置安尼的袂歹哦，牧师娘对，这就是安怎情境式的，就是进入甲迄个伫咧即个耶路撒冷城要进入耶路撒冷城即个群众，所以每一个兄弟姊妹，咱今仔日就是迄个群众，咱就伫咧遐来，但是咱知影，咱知影耶稣过来的结局是啥物。但是伫咧当当时，咱就思考，咱将迄个镜头镜头活到咱迄个当时的场景，咱就会当通体会去了解，咱来知影耶稣的心情是啥物。所以我今仔日用即个题目，点点的石头，甲大声来敬拜，用即个题目甲兄弟姊妹来分享。喺分享之前，牧师爱互咱看一个影片，在桌面上。这地震的，好，等一下再放。这个影片是这个3月28号、29号，地震灾的，桌面上。TV，好，先暂停一下，前面好来，咱来看吼，这个影片，这影片是等一个我牧师会放上，互咱看，互咱知影。无对咱兄弟姊妹有人看过，咱这2礼拜要特别为着台湾基督精兵协会基督精兵协会，伊派驻伫咧缅甸的宣教师，长期以来咱教会有支持即个宣教的事工，透过精兵协会黄福牧师因夫妇全家拢伫迄个所在，去做福音宣教的事工。伊的妈妈嘛伫咱的教会咧聚会，伫咧遮咧聚会。咱透过即个ATV，伊伫遐将黄福牧师一寡的影片，当然有做马赛克，伫遮这是伫咧网络会当看到的这是咱即礼拜要分享的。后礼拜牧师要搁分享，敢若咱会当看到的，黄福牧师伊家己影起来，即礼拜先摆互咱看，等后礼拜甲搁兄弟姊妹看，敢若咱教会，所以后礼拜要放上的时阵，迄个直播爱先关掉，咱伫祈祷内面来纪念连续2礼拜的奉献，特别为着即个缅甸的地震，伫遮来奉献。当我看到迄个影片的时阵，我感受到咱较想影咱伫台湾的所在，甲其他的所在，拢有无相款的境遇。有拄时咱会想讲，上帝为虾米要将已经即个动荡不安的即个社会、即个国家，佮变遮尔多的灾难伫即个国家顶悬。总是我相信上帝有伊特别的旨意，就敢若亲像今仔日耶稣要进入迄个耶路撒冷城，边仔的人，咱拢伫遐学乐欢呼，和散那，和散那。但是耶稣的心情是啥？因为伊知影，过来伊要行的路，咱先来看。这是一地单啊，一地单。出道了。台湾基督精兵协会驻缅甸宣教士广福及唯一夫妻，3月28日在曼德勒亲身经历大地震，所设立的曼城之星教会及教育中心受损。在安顿口所照顾的学生后，随即投入曼德勒本地的救援赈灾，为灾民祷告，也传递灾区极大的需要，盼望更多华人教会共同关心。这样不是短期1-2个礼拜就能够解决，那
那我相信通过教育弟兄姐妹的爱心奉献，能够继续给他们生活上的支持，跟他们分享上帝的爱、上帝的福音。大家继续为我们祷告，谢谢弟兄姐妹的关心。广福跟唯一还有他们的同工学生们，就载着物资然后到一些定点去做发放。第5天开始就决定要进入到另外一个重灾区是接着邀请这些头人或者里长，能够带领他们到逐家逐户去，能够听他们的故事，能够为他们祷告，陪着他们一起流泪，让这些灾民能够知道有一位上帝是了解、关心他们，愿意与他们同在。投入缅甸宣教10多年的广福及唯一，以缅族为主要服事对象。疾病协会今年安排3批次的缅甸短宣队，7月16日也由广福带领线上祷告会，邀请更多华人基督徒一同关心苦难中的缅甸人民。缅甸也是上帝所创造的地方，缅甸的百姓也是上帝所爱的。缅族人的基督徒大概只有0.9%，当中的百姓就是福音会者是渔民。我们要常常为他们祷告，要想到他们的需要。那么也不要忘记我们在前线也有努力的，不只是宣教士，还有当地的传道人、信徒，也同样很努力的在做这个关怀的事工，支援前线，这一些都还是我们能够持续来做的。好，好，咱特别伫今仔日后礼拜牧师特别强调咱佫特别是伙伴教会意思就是咱长期咧支持这2礼拜了后咱伫这个7月29号最后7月最后一个主日这个广福牧师的太太唯一牧师嘛会转来到台湾这个宣教师久久的时间会转来到伊的故乡伫遐来报告因伫当地宣教的过程。马介牧师、马介医生嘛是同款伊一段时间伊就等于敢若来报告伫咧台湾宣教的过程。这个宣教师我相信拢有真大个宣教对伫国外伫遐来宣教的使命，所以求主保守帮助，咱会当做的是啥物？特别这个地方，拄啊开始，迄个缅甸的军政府拢控制物资到甲摕去，所以因有想着当地有想着方法，要安怎样透过当地的教会甲这个头人、老人伫遐来联络，因家己分散为边境送入来。所以咱即马就会当为着因来奉献，因为这个奉献有诶是直接的金钱，因摕到这个金钱了后，伊就直接发散去缅甸的这个受灾户太侪个受灾户已经超过了1万人的死亡了所以也搁咧调查可能这拢有落差，因为军政府在控制，所以咱求主保守求主帮助帮咱这个。广福牧师夫妇因伫咧即个危急的时刻，因有缘伫遐来做物资的发送伫遐帮咱广东地的遮个百姓所以真正无简单因本来是2间厝，即摆1间厝有问题就是咱拄则看的曼城之星迄个教会礼拜堂嘛是上课的所在因拢做中文的补习班上课的所在。受伤害所以无法度住，拢总来住图书馆的所在。这个学生拢无家庭，拢家己一个，所以因拢爱搁住，无等于厝里，因无厝，所以拢住伫即个图书馆的迄个所在。加在图书馆嘛是一栋所以因有安怎分配安怎住。所以即摆物资当然有入去但是求主保守咱继续对因来祈祷求主保守大兄。等来到耶稣。有缘伊骑驴进入到耶路撒冷城，进入到耶路撒冷城了后，圣经并无有详细记载即个办耶稣咧做啥物，特别详细的记载。当然，大部分有一天耶稣咧创啥物代志，可能有小可反复的记录记载。伫咧酒杯顶端咱有食宴，有约迄张就是咱对今仔日开始就会当灵修的时阵摕起来看。第1天。中秋主日第2天啥物日？第3天、第4天咱就会当伫遐来看、来灵修、来安静。上时搁较重要的是，咱伫即礼拜久的时间，咱爱安静尽量减少车花的生活
人若请咱去食饭啥，尽量哦，无暑假会当考虑尽量，因为咱太自由咧。我若讲袂使，就有人佫敲电话来，老师，咱袂使。咱真正真幸福，真爱兄弟姊妹。其实拄则生活对也好，咱兄弟姊妹咧面试也好，其实我都想到，真正耶稣伫迄个过程中间，就敢若亲像一个人，伊看病要离开世间啊，但是伊拢无互人知影。伊犹原上班，伊犹原照伊咧做诶代志来完成伊伫世间最后一礼拜过诶年日。我毋知影咱会当去想象体会去经历。所以今仔日是暂时主日，咱纪念耶稣徛伫我进入伫耶路撒冷迄个时刻，嘛，伊嘛进入上时进入伊走迄个十字架最后一礼拜，要定死伫十字架进行最后一礼拜。即个兄弟姊妹，这是一个荣耀甲苦难交接的时刻，荣耀、苦难交接的时刻，嘛是一个敬拜甲拒绝交接的开始。所以今仔日的经文，互咱转去到迄个充满伫懊恼、充满伫敬拜的场所，啊，互咱深深思考一个问题：咱的敬拜是火热的敬拜，深深的敬拜。是点点，有人讲老师，我免啊，我祈祷就是伫咧心内面，啊真安静祈祷，安尼就好啊。老师，我礼拜我今时我嘛毋免大声安尼唱，我伫咧我心内面真心心伫遐来吟诗，安尼就好啊。这人听会着。哦，咱一点点的石头，也是大声咧敬拜。所以头一点要甲兄弟姊妹来分享的，就是。大声的敬拜是对敬人热情的回应。咱咧大声的敬拜过程，就是每一位兄弟姊妹，咱是毋是真正伫咱的信仰来实践迄个热情？还是我就是较避暑啦？哦，就是安尼。伫马太福音21章来描述耶稣进耶路撒冷城迄个场所、迄个场景。哦，人甲衫哦，放伫咧铺伫咧地面上，啊，棕树枝。放伫咧啥？伊要行的道路顶端。亲爱兄弟姊妹，这是一个极大的荣光、极大的尊荣耀，就敢若亲像君王要为着君王备办迄个路共款。所以因大声伫咧遐话讲：何塞那，何塞那，安怎归伫大卫的子孙。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要知影，这毋是一场真普通的欢迎仪式，就是安尼啦尔，是一场的礼拜，是一场的敬拜的盛会。所以何塞那。何塞那，哦，当然这是希伯来语的发音，哦，意思就是求你拯救阮，求你拯救阮，求你拯救我们。所以这句话毋若是伫遐咧欢呼安尼尔，伫遐咧娱乐尔，是一款对比赛亚的望甲信心。所以这群人伊信任耶稣，就是迄个奉主的名来的，是代表的子孙，是应允内面的君王。因知影理性顶悬其实拢真清楚知影，所以因开始因的敬拜是热情的，因的敬拜是公开的，因的敬拜是真诚的、诚恳的，所以因愿意用因的行动，就甲咱亲像今仔日共款。哦，咱今仔日特别即个樟树主日，咱就有即款的布置。以往大概插花伫咧台仔顶嘛有樟树枝安尼样。哦，所以今仔日佫较特别，咱而且吼，嘛感谢即个。即个咱的教会遮的负责的遮的同工，因真用心咧想，哦，我有想讲，天花板嘛爱，后来想想嘛，哦，安尼就会使，哦，安尼就会使，哦，就无共款的声音咯，哦，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来思考即件代志。伫咧当当时，咱看到有一寡人，因真正是热情，因遮公开，真诚恳，因愿意用因的行动表达因心内面的信仰。毋若是干那嘴讲讲的，哦，因用衫、用樟树枝、用因实际的行动伫遐来唱出迄个敬拜的歌声。亲爱兄弟姊妹，当咱拄则咧吟圣诗的时阵，你是毋是有即款的心情？
当咱咧参与伫，比如讲信乐队咧唱咧吟的时阵，咱是毋是会当有迄款完全敬拜的心情？当咱伫厝内面，咱是毋是会当有即款的心情？若是敢若咱伫教会中公众的场所伫遐，咱吟诗大声，但是咱的心呢？你是毋是真正愿意大声讨论上帝？愿意诚心用行动来表达咱对伊的听？或者是讲咱的信仰敢若是真正藏伫个心内，惊互人看见，惊互人听到。我相信咱嘛有即款的时刻，伫咧公众的所在，伫咧甚至是伫咧暗静的所在，咱拢真细声，咱拢真恬恬，咱拢无法度伫遐来表达、来说明。我记我做兵的时阵，有一遍咧出公差，因为我菜鸟我新兵，所以拢爱第一个出来。出来讲，即边的任务是打扫水沟安尼，我装入去哦，装入水沟内。我装入我就装入去，臭毛毛，我会呕吐，清气了后，我就马祖先压佫起来，规身躯臭毛毛。我咧队长看着讲，杨生，赶快去洗澡，是他就起来，经理，边仔人无。就徛喺遐，我就讲奇怪，哪会安尼？暗时我就接到迄个阮的队长叫去伊的房间，我带一个，操是安怎？原来伊看我的资料啦吼，做兵拢会写资料，顶悬写基督徒，伊就甲我招入去伊的房间。所以感谢上帝，我伫一年10个月伫马祖的时间，我甲阮即个队长诚出真好的同工，因为伊礼拜日拢叫我放假做礼拜，坐伊的军车，去马祖有一间规律公会、规律堂，马祖有一间规律堂，迄个老师为香港来，因夫妇两人就伫马祖40年前30年前30年前，所以伫迄个过程，我感受到上帝的疼，所以讲我迄工咧装入去内面，起来大家拢伫遐咧学起，敢若我迄个。去洗身躯啊，会使洗身躯啊！我感受到，所以伫咧迄个每一遍到尾迄个队长，听伊讲后来伊嘛诚做一个传道者，伊退伍了后诚做一个传道者。迄个队长伫遐鼓励阮做阵伫主日的礼拜，我阁会当做阵主日的礼拜，而且伫咧马祖的所在，我感谢上帝，伫遐我欢喜，伫遐咧敬拜，为你公会，为你堂。马祖为因讲福州话，我完全听无，亲像咧上咧安尼，咧福州话上咧安尼感觉，但是我会当去体会感受着讲，哇，因遐个马祖人伫遐安怎咧敬拜上帝迄款的活法，虽然拢是真年老的才来长辈，嘛有几位兵哥，所以咱真系遐个姊妹。咱伫遮舒适的环境内面，咱遮舒适的布置内面，咱无数真忙嘛真期待，咱会当真正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咱的主。第二点，要咱兄弟姊妹来分享的是点点的石头，这是被动的敬拜者，甲无愿意承认的心做起来。伫路加福音的记载内面，群众真热情伫遐学老耶稣的时阵，伫咧遐有一寡些人。就徛出来，法利赛人就徛出来。因面对耶稣讲：“老师啊，先生啊，这是你的温度吧？因为安尼咧发、咧反复、咧学乐，无合宜啦。甚至恁敢若是超过迄个降权过啊，赢过迄个上帝的荣耀呢？因为因无相信耶稣是迄个应允的弥赛亚。”所以耶稣的应答非常震惊。伊讲：“我甲恁讲，若是因点无讲，这个石头要安怎？要学乐，要反复起来。这若是干那一款的比喻，是一个属灵的真理。当人无敬拜，上帝嘛会互无生命的石头
开嘴来敬拜你，这是一个很大的讽刺哦。亲爱的弟兄姐妹，石头本来是无声的，本来是冷淡的，本来是恬恬的、静静的，但是伫上帝的权能下面上，石头嘛会当成做啥更真正。所以对伫遐无愿意敬拜、毋肯信任耶稣的人，是一种真严格的这个责备或责备。所以耶稣咧讲，恁会当选择恬恬闭口，但是上帝用光用也袂因为安尼来沉默了。亲爱的姊妹，今日咱伫遮咧纪念耶稣进入迄个圣城内面迄个过程，咱是毋是亲像遐个法利赛人同款，用咱的理性，用咱的传统，用咱的骄傲，还是讲惊惊的心态来压制着咱心内面想要敬拜迄个声音，想要学了主迄个声音？咱是毋是甲敬拜看作是一款的形式，看作是一寡某一个人的责任？譬如讲，即个敬拜，比如讲信歌队，这信歌队听，互因唱就好啊我就安尼欣赏。咱若将每一遍的礼拜，牧师的讲道也好，信歌队的事奉，每一位兄弟姊妹遮音控人员、遮内人员，遮事奉的人，咱伫遐听欣赏，就有可能是安尼点点的石头。我主来帮助咱，咱是毋是甲敬拜看作是一款的形式，看作某一款人的责任？袂记咱每一个兄弟姊妹，你我咱拢是要互跳出来，诚做阿罗上帝的祭司的。咱每一位兄弟姊妹，亲爱兄弟姊妹，我说真期待，咱有一款变化。第三点，要甲兄弟姊妹做阵来分享，是敬拜是一种回应，毋是选择。毋是讲我今仔日心情无好，我着坐咧礼拜就好，听起来好，我听起来就好。敬拜是一款的回应上帝的听，回应上帝的同在，毋是咱要选择还是耶稣进入城，迄个是个圣城，迄个时刻，伊明明就真清楚，知影头前就是啥，就是世界。但是伊犹原徛路啊往前来行，人会欢呼，人会学乐伊是达得迄个得到荣耀的，因为伊是啥和平的君王，伊是拯救的主。迄天就是今仔日迄天，敬拜诚做正人回应上帝同在的方式。耶稣嘛伫遐咧强调，即种的敬拜无可能被压制。其实伫咧迄个场所，那即个罗马的军队来看讲，你拢点，有可能点无？心无坚定，当然就点啊。所以，亲爱的姊妹，你是毋是真坚信？你所信的是一个更真更活的上帝？所以。敬拜礼拜，毋是因为环境适合，毋是因为音乐真好听，是因为上帝的恩典是值得咱会当来回应的。当上帝展现伊家己的时阵，万物拢应该伊来讨办。这是敬拜的本质，亲爱的兄弟姊妹。使徒保罗伫罗马书11章36节有讲，因为万有拢属于伊。咱来挖苦伊，归伫伊，愿因光归伫伊，直到啥？永远。所以当咱意识到这点的时阵，敬拜就毋是选择啊，是咱生命自然会流露出来。所以我说真期待咱来好好来思考，咱伫今仔日中秋主日，咱在纪念，咱在庆祝，咱特别讲中秋主日即天是庆祝，因为咱知影伊是搁真搁活的上帝。咱直接做阵来敬拜上帝，学了上帝。但是搁过几点钟了后，咱的耶稣就要走向迄个迈向迄个替咱赎罪死亡的道路。搁来3天，礼拜5，受死，伫3天了后搁活。所以后礼拜搁较精彩，是毋是？亲爱的兄弟姊妹，我说真期待后礼拜咱拢继续。咱来甲上帝的恩，
咱而且来敬拜俄罗主，来纪念，嘛是搁一遍的庆祝。伫周刊的时阵，咱向量主耶稣而且来受难，即个过程。所以拜五暗时8点，甲阮伫遮有受难的礼拜，要有5间教会，咱台北中会西区。咱西区总共19间教会，咱有分区，西1区、西2区、西3区。咱西1区有5间教会，兄弟姊妹会组织伫咱的教会，做阵来纪念耶稣受难。即礼拜五暗时8点，请兄弟姊妹咱拢总来参加，来纪念耶稣受难。迄天嘛有真特别无共款，咱的教会因为今年是咱教会主办。逐年拢有无共5间教会轮流，今年是咱教会主办，咱有遮好的营所，咱感谢上帝。所以咱下遮的连内组嘛有思考真侪，安怎样来敬拜上帝的方法方式，咱做阵而且来纪念主受难。伫敬拜过程中间，这是一款的回应，咱来知，毋是选择你礼，也是无爱。最后一点，要甲兄弟姊妹分享，咱来思考啦，咱来反省。那安尼，你的性命是要大声敬拜，还是做一个点的石头？所以，即年道理嘛，甲咱每一个人兄弟姊妹发出一款的挑战。你的性命今仔日是属于倒一个？咱是毋是像迄个人共款，愿意大声咧喊，但是愿意大声喊，愿意不计代价伫遐来敬拜主，还是像遐法利赛人共款，对敬拜冷淡，甚至反感，遐个真热情伫遐来表达，或者是讲咱诚做真恬恬的石头，表面真硬，心内面无声，但是咱知影。这位就是弥赛亚，上帝亲自来到世间的弥赛亚。但是咱安怎永远严定？知影是上帝应要，却选择静默不语。所以耶稣讲，若是因开嘴无要讲，这个石头要安怎会反腐起来，这反讽啦吼。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莫互这个石头代替咱发声，上帝。爱是咱的心，是咱甘心乐意、诚实敬拜的声音。所以最后结尾咧，甲兄弟姊妹分享，咱爱恢复啦吼，恢复迄个敬拜的热情甲真诚，这是真重要。章求主你就是提醒咱，敬拜是一款的选择上时，嘛是一个上帝互咱的命定。上帝创造咱是为着伊的荣耀，互咱回应即个进入迄个听女仔即个声，却甘愿走向世界的救主。亲爱兄弟姊妹，今仔日伊犹原在呼召咱，诚做一个敬拜者，毋单是干那伫个礼拜堂嘛尔，搁较是伫个咱的厝内面，诚做一个敬拜的人。伫个咱的一场咱的工作的所在，诚做敬拜的人。伫咱的朋友圈内面，诚做敬拜的人，互咱用话、用行动，甚至是安静的时阵，拢会当诚做荣耀的见证。水果好的见证，互咱看到耶稣，迄个死亡的世界顶端，最后得到胜利。所以毋通诚做点的石头，咱诚做迄个。大声喝乐，用性命来敬拜伊的人，像咱三大阿爸的一个。现在主，我感谢你，你是迄个奉主名来的王，你达得阮一切的喝乐甲敬拜。主啊，赦免阮过去常常选择迄个点，袂记你敬拜你的机会。主啊，当阮今仔日愿意把灯心你，用阮的声音，用阮的性命来敬拜你。
愿阮无搁冷淡，无搁退缩，乃是勇敢为你来出声，互阮的性命会当成做迄个俄罗的祭坛，将阳光来归互你，直到永远。感恩恳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这是来源信息115首，信息115首，欢喜仰望是无价，请起听传授。请坐。即时来回客，请互人担当。
接下来报告，刚刚署方澳洲4月20号，朱莉左牧师、诗慧、陈家宏长老、诗晴、刘香兰夫妻娘、招待及司线、周倩玲姐妹、李志强弟兄、金家人关怀、赖建志长老、张丽丽姐妹、江慧玲执事、黄球瑶姐妹、献花李丽良姐妹、会前演唱吴丽君姐妹、献诗圣歌队、音控王以乐执事。成人主日学因为联合礼拜，所以台华语以及查经还有儿童主日学暂停。本会消息：一，今日是明仔日是章程主日，也是受难周的开始。请咱伫咧这礼拜，任何的那个庆祝活动，拢甲降低。但伫咧我这期间，有一系列特别礼拜的安排。请大家来准时来参加，一同以信心中力量主的受难以及过活。第二，下晡1点有总务组的会议，请相关的同工礼拜先来参加。第三，本州以及澳洲为着缅甸的地震灾后重建以及因恢复方面，请为着伊都特别协会里面的宣教师以及专家，以及所有同工来带动。第四点，北中西地区也伫4月18号，也是拜五，按时8点有受难礼拜，就伫咱的教会，请兄弟做伙来参加。第五，后主日过节联欢礼拜，伫咧早起7点，教会伫咧乔大的土地。要有不宜，朝阳礼拜，文化教会的兄弟也会一同来参加。伫咧礼拜中，咱有幼儿时，会后教会也有爱餐，也请兄弟自行来准备餐具。第六，北中传教士定定5月3号拜六的早起8点45分，伫大稻城教会主办初阶长职训练会，请中级报名参加。第七，本会附设协会定伫7月22到26号主办夏令的品格营，关怀带动。第也表扬兄弟有蔡宜健、红菜橘子，就是刘金龙、林学仁。开始画我。毕觉仁、曾文德、杨玉珠以及郑明霞、李敏珠、徐建宇、卢锦泉、段友马来金与洪辉展弟兄的母亲。第三，也请为着教会1楼的礼拜堂以及3楼礼拜堂的整修方面一定来带动。第四，为着缅甸大地震的灾区来带动，愿各地相互降至上帝。地方政府以及地方教会的资源，以及投入救灾，愿上帝平安，甲缅甸当地的同工伫咧方面报告，请咱所有会友来主持观看，然后请那个会计来欢迎。但今我咱介绍今仔日第一摆来甲咱中间的一位兄弟吼，林信杰林信杰弟兄。然后，做一个查某囝好，也是新妇了，新妇。好，你们查某囝好，查某囝好，继续好，继续好。唔知都有一摆来咱中间的新闻无？这个咱礼拜5吼，这个礼拜5暗时吼，拄则刚都已经有讲，有个重复。礼拜日吼，咱嘛有即个圣餐吼，圣餐的礼拜，圣餐各偌济圣餐的礼拜。拄则刚刚讲着幼儿时啊，后日是成人时吼，杜文心、金怀甲于霞吼，
啊，这温馨伫后面吼，挥挥手吼，然后咱甲恭喜吼，后来来谢礼，恩宇吼，恩宇的太太吼，恩宇伫个后伫遐吼，就今仔日有法你首席的迄个吼，啊，伊查囝嘛来吼，伫遐后面吼，咱有保姆在照顾安尼吼，查囝要谢礼吼，就是这个林伟吼，林伟要谢礼吼，所以感谢主。而且咱得到上帝的电话吼，还有另外一位是于小文吼，毋是杨小文吼，杨小文已经死了啊，是于小文姊妹吼，伊是葡萄树咱的民间姐妹因公司的过节，伊人咧办法咧做见证吼，伊本来有感情，后来上帝来医治吼，伊看到上帝的医治来施主吼，真奇妙的见证，后来家己咧做2分钟的见证，所以愿主祝福。这2位这个洗礼，好，以上咱的报告到这。即摆来看本周的经句，记载伫马太福音21章第9节，马太福音第21章第9节，咱做伙来看拜。前期后地竟然化果。大约老的三以助为来有活动，器官的萨山呐，前提针对进来化过大约老的佛山以助为来有活动，器官的萨山呐，来上映513首，513首，加起排名专首。当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听他，圣神的相通，甲咱每一位兄弟姊妹三角地地，对即时直到永世大保证。阿门。有早。